各位宏利嘅爆數獵人，大家好啊！又係 FAE 爆數頻道嘅時間啦。嗱，爆數專員提提你啊，上回就講過超前部署嘅 WIO Preview 買一送一優惠啦。既然講開超前部署啦，今集不如講下所有父母都關心嘅子女教育話題啊。嗱，相信大家都認識金牌司儀森美噶啦。原來森美送仔仔去英國讀書之後呢，成績大躍進，而且仔仔嘅自律性亦都有所提高喎。作為父母，一定係覺得開心同埋值得㗎啦。不過原來送仔仔去英國讀書已經要花費300萬，就算係金牌司儀森美同埋佢一直都有儲蓄嘅習慣，原來都覺得吃力㗎喎。佢仲話，如果有機會嚟多次嘅話，一定會提早準備添啊。講開英國留學，宏利喺第三季對於小朋友嘅宣傳就真係鋪天蓋地啦，又有英國升學展覽，又有1對1嘅諮詢服務。大家就可以趁住呢個機會約你哋嘅客戶報名啦，一來又可以聽下升學講座，二來又可以幫你哋增加銷售小朋友單嘅機會，三來投保嘅客戶亦都可以參加未來啟航日本之旅大抽獎添，真係一舉三得啊！咁多宣傳，咁多優惠，FAE 期間買小朋友單，梗係超級着數啦！第一，只要投保列表中嘅人壽、儲蓄、危疾、醫療，只要年繳保費超過1萬蚊，就可以參加大抽獎㗎啦。第二，又有1對1海外諮詢服務。第三，又有新里程保費回贈優惠。第四，又有儲蓄同埋危疾嘅聯乘優惠喎。嗱，啲優惠真係多到講唔晒㗎。想拎晒以上嘅優惠，簡單啦，只要係小朋友買份 GS 加 IS，年度保費超過1萬蚊，就可以拎走晒啲優惠㗎啦。MCV 嘅客戶都冇翻手啊，因為全部都唔使驗身㗎嘛。嗱，講開熱賣產品 GS 保費回贈，就梗係唔少得新里程回贈優惠啦。喺 FAE 期間，以小朋友投保 GS 就有保費回贈，金額仲可以高達年度化保費嘅30%添。嗱，以平時大家最熱賣嘅 GS 5年繳為例啊，回贈係10%，到小朋友18歲嘅保單週年日就有份禮物送到佢手上啦，係咪好有意思呢？開單之前記得了解下人客有冇子女可以做到受保人啦，拎埋個新里程優惠啊嘛。嗱，今年 FAE 嘅爆數頻道呢就告一段落啦，希望呢幾集1至2分鐘嘅簡單點子可以幫到大家更加爆數啦。FAE 仲有2個禮拜，大家一齊全力衝刺，祝各位爆數獵人勢如破竹，爆人爆數，拜拜。